耳其伊诺农大学教授阿尔汗·阿伊登的妻子5个月前得知母亲生病后前往乌鲁木齐探望，至今未回。经阿伊登多次询问，才了解到妻子被当地政府部门扣留，不允许回土耳其丈夫处。阿伊登将土耳其相关部门的婚姻文件及妻子的工作证明送到了中国驻土耳其领事馆，并多次进行了交涉，要求出面协调，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9月3日，第6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在加尔杰斯斯坦拉开帷幕，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加尔杰斯斯坦总统恩别科夫、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齐约耶夫以及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出席了此次主题为青年政策以及民族体育运动领域的合作峰会。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9月3日下午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讲，提出8大行动，并将投入600亿美元支持，包括提供150亿美元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提供2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还宣布要免除与中国有邦交的非洲穷国到2018年底未偿还的政府债务。习近平在演讲中还强调5不：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利比亚首都黎波里南郊一座监狱昨天发生暴乱，约有400名囚犯逃脱。警方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囚犯强行逃离时，敌对部队正在安舍拉监狱附近交战。逃脱的囚犯大多都是犯下普通罪行，或曾是前独裁者卡扎菲的支持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很清楚与俄罗斯合作符合华盛顿的利益，表示美国公司对俄罗斯市场非常感兴趣，美国未来的经济利益不能忽视俄罗斯市场以及与俄罗斯合作的潜力。